这风台威派外围环流是继续咧影响台湾，伫咧花莲甲台东就有部分的路段因为落大雨，所以淹水就暂时封起来。苏花公路这边嘛出现土石落落的情形，因为伫咧台北线的中华公路是先维持有警示的封路。 这是花莲富里乡的轮天便道，真惊人的大水已经甲挖进河床中央的车路送动去，其他阁有明理便道、中良便道、甲永丰村的蠓仔洞桥工程，也拢因为重水暂时封起来。虽然台风没有进来，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大雨，然后我家附近的3条便道都被冲毁，然后我打工都要绕一大圈。长良便道。 轮天便道、迷你便道，每逢好大雨就一定中断，不能经过哈。所以希望我们的上级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哈。台东卑南乡太平桥往丰信道路的方向，因为排水沟塌掉的丰信道路部分区域淹水，民众通过时车故障，爱叫拖吊车来处理。咱家拢我的啦，哪会掉伫遐？伊妈咧无掉。 你人还好吧？还好，无代志啊。另外，伫卑南市政文化公园通向火车头的车路，也因为排水未赴，排水，水位是淹到脚头区。民众表示，客比风台来的时，水位甚至淹到胸坎，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重视。那为什么不往那边排？是因为有遗址的问题。现在目前有遗迹的问题嘛？如果你们构想排水沟有遗迹的问题，那我们水利署会洽县府来看怎么解决突破这个问题。另外，伫苏花公路的河仁到中德段，部分路段街仔出现落寡霾，甲一寡落来石头。工程人员清掉车路了后，伫透早9点20恢复通车。台北线中华公路关园到德鲁固道路是依次已经成的封闭。台东的南华公路下马路段也因为土石放弃，双向的交通断去，按算中到12点畅通。高雄市桃园区第20林105线。 贵国路段也出现土石流，双向无法度通行，建议民众无必要唔通进入山区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